明年115年度中央总预算地方的统筹分配款增加4165亿，行政院长杜永泰讲，就要记这4000亿。运动部9月初9要正式挂牌成立，风声讲会由奥运的金牌李洋来接任头一任的运动部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行政院明年115年度中央总预算是总算出来啊。行政院长杜永泰讲，这明年地方的统筹分配款增加4165亿，这就要记这4000亿。另外，军工教调薪、军人待遇调整、警消退休条例支出是拢无纳入明年的总预算。行政议会21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因应新版财会法实施。行政院长杜永泰指出，每年中央分予地方的统筹分配税款会大大增加4165亿，比起今年加58%，也予中央财政出现空棚，要就近应用。中央政府明年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再加上特别预算两项加起来，举债刚好是4000亿元。明年度总预算税入2兆8623亿，税出3兆350亿。115年度总预算，若单纯以正数别来看，无加计考虑特别预算甲基金，社会福利支出8318亿元元，占27.4%。教育科学文化支出5566亿，第2位，占18.3%。国防支出编列5488亿，占18.1%，第3。经济发展支出4275亿，第4。不过明年军工教调薪3%，并无纳入明年总预算。军公教人员是否加薪的状况呢？我们会在经过这个审议委员会之后再来评估调整。目前的话是没有排入前来的总预算案。政院指出，过去4年来已经3摆调悬军公教人员薪资，起伏是11.4%，考量经济成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好等因素，明年总预算案无纳入军公教加薪。针对军人待遇调整甲警消退休条例部分，也会提出削减。可以马上依事件的结果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必要的时候也会追溯补回。既然要增加国防预算，就应该要用在我们的基层军人身上，不要让他们感到心寒。今年在追加预算中就已经名列国军待遇提升经费，明年度也会持续增加。我们还是要思考公务人员公平性及是否有违宪疑虑。政院正式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施政方针同齐送立法院，杜永泰发声，希望朝野党团会当以过去审查预算共同经验甲共识，审查明年度总预算，搁爱伫宪政体制之下符合预算法精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运动部9月初9要正式挂牌成立，风声讲是由奥运的金牌李洋来接头一任的运动部长。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都是认为，讲这李洋是选手出身的，对训练甲比赛的需求会较了解，而且伊的国际比赛经验，嘛当帮助推动这体育外交。才拄去成都世运会会国参会，行政院长杜永泰到互媒体问起首任运动部长，敢是李洋？9月9号。杜院长指笑咧讲9月初9无正式也无好认，也毋过5、6月时，体育界传出，除了学者正院锁定选手出身、佮形象真好的选手为部长人选，包括李洋、郭兴顺、甲罗颜芬。随运动部9月初9就要揭牌，有媒体报道李洋会接任，也毋过李洋的经纪人表示，目前无接到任何通知，不便回应。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都讲，官方无公布进程，拢属于传闻。那李洋出任会能带来新的气象，或许是一个新的气象啊，他就会对一些比较这个基层的这一些体育的这一些部分，因为他从那里出身，他会更清楚。扩展这个国际体育的外交，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前体育署长张小喜认为，李洋的口才真好，真有想法，那会当伫这段时间好好学习，对运动部发展有帮助。其他领袖的选手也真会，运动员转战行政体系有指标意义。
拼死拼活才好不容易也是拿到一个2面奥运金牌，这真的超级不容易。然后又是双打这样子，所以用选手的角度出发的话，肯定会不太一样。如果是运动员出身啊，他们对于全民的这个运动的风气啊，具有影响的效果。那部长呢，他可能比较着重在精神上的领导，所以我想应该长官这样的安排，应该有他独到的地方。有2届奥运金牌公权，李勇继续为丰富完整幕后真关键权益，退役了后伫国体任教，参与公益活动，更加强调，毋是互每一个人拢正做选手，才是推广运动。这甲运动部要大力推展的全民体育是共款的。有学者讲，若有3位真袂歹处长协助，相信李勇会当将家己的工作做得真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铁今年的载客量是有可能会超过8000班。有当时这人济的时阵，有买到位的，但是是去互这自由座，也是徛的人客甲无法度上车。为着要确保乘客权益，高铁每年是规划讲一寡尖峰时间人较济的时阵，买自由座的毋是逐班车拢会当坐，就爱指定的车帮才有自由座。另外，还阁有2项新措施是后个月就会开始实施。一项是9月26到10月13，教师节、中秋、国庆连假，伫咧这2项时间会有15万张拍5折的票分散人阵。另外一项是9月22开始，若是伫咧车厢内底要看影片、听音乐，爱强制看耳机；若是要讲电话，就爱去车厢门的外口，或者车厢内底会当安安静静。就算平常时早起，毋是通勤时间坐高铁的旅客也是真济。今年就半年，高铁愈运愈人次，已经超过3984万多。尖峰时段自由座车厢真客，甚至一直到对号座车厢走读，影响坐车品质。高铁董事长苏德透露，上近每年实施超尖峰时刻指定车次自由座措施，特定时段也指定车次才有自由座就处调控票数。我是蛮支持他们在这种量的控制上啊，安全控制上，还是应该要多留意。可是很多人应该就会死在自己车，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塞在车厢里面。对啊，那我觉得差异就没有很大。苏德讲，高铁运量已经到极限，未来会引进的12组新世代列车，第一组2027年下半年上线，2028年底12组才会全数上线。新车上路进前旅客量一直增加，营运特别高的到10月有4个连假，高铁规划达到18日纾困期间，推出2方15万张优惠早鸟票，头一班会上加拍到5折。这些分流的策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个尖峰的那个情况去稍微拉得比较平缓一点，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是它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一定有它的限制。另外，为着维护车厢宁静，高铁也有计修改旅客分散客运学基本新改善做法，实施宁静车厢措施。未来乘客接听电话，爱刷起列车玄关，若可款袂听，相当会当依照旅客分散客运改度客运记载。现在有个9月2日起上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这天气是热翕翕。今仔日台北的圣基港内湖是冲到38度。未来这一礼拜各地游园是真热，提醒大家要爱注意补充水分，避免掉沙。一名外省员前日亲像因为天气小热，造成身体无爽快，突然跋倒伫木心派出所头前，好佳在警员发现，将伊紧急送医，加化解危机。他当时的脸色非常苍白，同事就先给他喝水，然后顺便帮他叫救护车。气象署拜市下昼针对湘北汤圆顶5关区发布高温警示电号。拜市相关温出现伫台北信义测站38.8度，其次是内湖测站的38.1度。明天的话，预估在西半部普遍就是34、35度左右，东半部在31到33度。那特别可以看到是在大台北及中南部的近山区，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礼拜各地温度偏悬。拜五针对台北市发布38度红色高温警示电号，新北市36度柑仔色电号，台南市是黄色电号，意思提醒民众伫高温环境中，若水分啉无够，佮大量流汗，真可能造成热伤害；若严重，可能造成热着沙，造成器官衰竭，甚至死亡。中枢神经原本调控热，后来不能再调控了，那就温度一直报高到40几度，那个就马上会挂掉。那个时候就赶快紧急降温，所以有发现的话就赶快已经想办法把它降温，冰块或者是水赶快把它降温就对了。
根据卫福部统计，8月初1到20为止，因为热伤害就诊有376人次，医师提起3个患者是热伤害高危险族群，因为本身体温调节能力较差，加上有一寡药物会影响流汗排尿，无法度将热气排出去，所以若出现并巴贝吐、心跳加速、意识混乱、昏迷等症状的时，都要赶紧设法降温，搁及时就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一间24点钟会当带卖网咖册店，今日早起有一个员工是发现讲消费者倒伫咧包厢内底，经消考就是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啊！这个查甫人是已经伫咧遮待6天，为怎样会成功死，也搁会调查。大门大暂停营业的红仔册店，小林所将在民众过来，才发现讲无开。群下你们是要来？对。日早起，这间伫新兴区的红仔册店发生不幸的意外，员工伫包厢内面发现一个消费者倒伫涂骹，较紧报警察。警消接到通报到现场的时阵，发现这昏去的查甫人已经无喘气、无心跳，明显死亡，无送病院。刘男身上亦无可疑伤势，初步研判无外力介入，后续依规定通知家属，并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相验。倒落来，警方调监视器做调查，发现讲这个查甫人是订来这间店的老人客。15开始是包机中的一间包厢，伫内面使用网络。上尾一摆和店员的对话是伫19个透早，通知讲伊要继续加时间，一直到21个透早，店员主动甲问讲敢要继续留伫遮，煞无人回应。甲包厢的门拍开，才发现讲伊倒伫涂骹。期间并无发现讲伊离开红仔册店。对19到21个透早嘛无人入去包厢，已经通知家属报请地检署验尸。4个小时200块。还 OK 啊，因为他这边又可以喝东西，又可以玩电脑、看漫画，其实还不错。红仔册店是24点钟营业，提供独立的包厢，会当洗身躯嘛会当食物件，以1点钟来算钱。民众感觉真利便，嘛有人会选伫遮过暝，顾着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警发局讲，逐礼拜会执行200个联合稽查，对象是包括电动间、特定行业、夜店和资讯休闲业。今年一直到7月为止，因已经稽查784间。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军方今日宣布要开始攻占加沙，以军阁按算要加调后备军人，嘛要延长现役士兵驻兵的时间。因若是讲到这卡达甲埃及提出的60天停火方案，哈马斯是已经同意，不过以色列迄边是拢无回应。即阵以色列的政府阁要扩大军事行动，就互因国内民众哪来哪反对，怎有大阵人走去加沙的边境示威抗议。半暝炮火世界社，也是惊翕到的庆弹祭杯，是当在进行的加沙地面战，嘛是以军对加沙上新一波的攻势。炮弹放出真大的红光，和当中战车的出现，互战况愈紧张，代表以军当一步一步推进加沙市。为了要救人质、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决定缩短时间表，加紧对加沙市，就是哈马斯伫加沙的北部上尾大本营的占领行动。拜三，以军的发言人德弗林召开记者会。证实这项军事行动。אנחנו לא מחכים. התחלנו את הפעולות המקדימות והשלבים הראשוניים במתקפה על העיר עזה. וכבר עכשיו, כוחות צה"ל אוחזים בפאתי העיר עזה. 以军嘛公布一段伫南部的汉尤尼斯空袭的影档，而且指控讲哈马斯的武装分子是对地图装出来，想要对以军的营区出后炮。伫双方激烈交火了后，有10个哈马斯的战士战死，真侪人倒转去地图。以军方面3个人受伤。为了向哈马斯加大施压，以国的国防部长卡兹嘛同意讲，因会征调6万的后备军人，而且延长2万的士兵服役的时间。不过后备军人要9月才会报到。伫这进前，以下会针对卡达和埃及提出的60天停火方案来做协调。看到以军武力阁升级，加沙市上百万难民刷入来，要去倒无人知影。قطاع غزة لا يحتمل. احنا زهقنا نزوح، زهقنا تهجير. كل يوم مكان لمكان. يا جماعة احنا بدنا نخلص هيك مهزلة. الحرب هذه أكلتنا. واحنا بالشعب بطل يتحمل، بطل اي تحمل عنده。以军进前就讲控制加沙差不多75%的地区，哈马斯手头的50个人质，伊个当局认讲，够20个人个活的。人质的家属烦恼讲，地面的攻势有可能颠倒去害到这个活的人质。20因伫加沙南部的伊国边境附近开始示威，要求停止战争，开始和谈。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乌克兰的战争也未收煞，不过这几天美国甲北约是已经咧讨论讲，战后要安怎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但说是有一只，那像是罗西亚的无人机载落波兰爆炸，波兰的国防部长就批评罗西亚调工咧对北约起无空。关键伫反美残4号卫警界20透早，波兰罗布林省往乌克兰边境的奥西尼村发生爆炸，一个飞行物体坠落伫反美残，现场烧出直径8至10公尺的臭味大混液。波兰警方指出，因伫现场发现烧害的金属甲塑胶碎片，检方进一步确认，这是一只军用无人机，搭载少量炸药，真可能是自飞行游击机。 Ujawnione części drona wskazują na użycie materiałów wybuchowych. Nie jesteśmy wskazać, natomiast materiały, jakie to były materiały wybuchowe, ich ilości i składu tych materiałów, natomiast istnieje bardzo wysokie prawdopodobieństwo graniczące z pewnością, że doszło do wybuchu. 波兰国防部长伫华沙召开记者会，批评罗西亚搁一摆发动野事。伊强调，罗方过去伫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多国的无人机事件中毋捌承认责任，即马搁较伫北约边境制造混合战压力。Mamy do czynienia w momencie, kiedy jest nadzieja na to, że ta wojna, którą wypowiedziała Rosja, wojna przeciwko państwu ukraińskiemu, ale także wojna zagrażająca bezpieczeństwo państw NATO, ma szansę się zakończyć. Rosja po raz kolejny prowokuje. 美国甲北约军事首长同一时间也当透过视讯会议讨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向美国简报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阿拉斯加会面的内容。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文也同齐出席。川普想要赶紧结束战争，也毋过几乎甲西方盟友烦恼，美国可能会迫使乌克兰接受对罗西亚有利的条件。即马罗西无人机坠落伫波兰东部，互战火乌影进一步逼近北约边境。北约安怎伫和平谈判甲安全威胁之间取得平衡，会成做欧洲局势关键。公司新闻第回电编译。要安怎防止囡仔咧用手机的时阵去看到色情也是暴力的内容，这是互家长真头壳痛。即阵就手机的品牌 HMD 公司开发出一款手机本身的功能就阻挡不良的内容，这是专门会当互未成年人来使用。推出这款新手机的浩明迪公司指出，虽然也是有翕相的功能，也毋过只要镜头出现无清晰的内容，翕相功能就会强制终止。那就网搜寻的内容，也是同性软体出现任何无清晰影像，整个程式也会停止运作。这套由自然业者研发的内容过滤软体，并不是另外下载，而是内部建立伫系统中，使用者就算用 VPN 软体也完全无法度。We've taken our HarmBlock content filtering software and we've dropped it into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phone itself. HarmBlock prevents the viewing of explicit content, the filming of explicit content, the sharing of it, and the storage of it. 家长也是监护人，若要限制囡仔使用手机的行为，爱先互家己的手机甲囡仔的手机连线，然后透过远端遥控管制囡仔会当以手机联络的对象，也是了解囡仔的一举一动，包括透过 GPS 追踪囡仔去过倒一寡所在。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massive benefits in letting your child be online, not least the ability to do schoolwork. We know that parents like the idea of tracking their child when they're out in the world, but clearly there are concerns as well. 支持者认为，家长也是其他监护人，要有权力也有能力，透过这款的方式了解甚至管控囡仔对行动装置软体的使用，加防止有害内容的入侵囡仔的生活。也毋过也有反对的一方主张，这种时时刻刻无所不管的直升机父母，不利培养囡仔分辨是非的能力，是真无好的。事实上，除了保险丝，苹果的 iPhone 甲 iPad。也有荧幕时间、Screen Time 甲 Google 安卓系统的家长监护 Family Link 同款有类似功能。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相信不少人拢有伫咧网络看过这位法官审判影片。这个互人号做美国上温暖法官的法兰克·卡普里欧，主要是判一寡交通违规案件。伊拢会详细看这违规的民众敢有考奖，也是高不二奖的原因，才来决定讲要罚偌重。不过，这个月20伊88岁，是因为腰手癌已经过身，真侪人拢真唔甘。We handle all the traffic cases within the city of Providence, and as well as petty misdemeanors and environmental matters in the city. I've been on the bench since 1985. Enjoy my job immeasurably.
美国真出名的法官卡普里奥，在法院的稳准之下，为2000年开始，伊家审理的过程翕做实景节目，号做人民法官。这个节目在网络顶真清，伊嘛号做是世界上界甘心的法官。卡普里奥2023年年初宣布退休，不过煞在同一年年底得到腰鞘癌，而且在社群平台公开这件代志，嘛看到伊倒伫病床接受治疗的相片。经过要2年抗癌的过程，伊的亲人最近证实，伊已经伫咧28岁，食到88岁。卡普里奥伫 IG 的卖将都超过300万，伫 YouTube 顶悬的影片，卡卖到都100万人来看。看过伊影片的有超过10亿人次，而且还佫捌几届得到艾美奖的提名。另外，卡普里奥审理的交通案件，真侪拢是收入有限的艰苦人。其中一个真侪人看的影片，是一个96岁老阿伯，因囝63岁，有身心障碍佮着癌，赛车赶要载因后生去病院抽血。I'm 96 years old and I drive slowly and I only drive when I have to. You see that young man over there? That's my son. Now, he's looking at me saying, Dad, when you're in your 90s,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me around. I wish the best for your son, and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your case is dismissed. 卡普里奥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真侪网友拢来伊的社群平台表达哀悼。卡普里奥称在用深色的方式来化解案件，网友嘛学了讲，伫咧严肃的法庭，伊有一粒善良的心，嘛展现对弱势族群的同理心。公司新闻深度陪朋友。英国一台食电的火车，一暝走322公里远，规座拢无充电，这是破新的世界纪录。这也互绿能运输的发展更较进一步。这个电池火车20返回雷丁，伫这进前伊就是为这出发，经过伦敦、帕丁顿、甲牛津，也毋过这座行程322公里，大约是台湾的代替冲冠线为台北出发，伫要到高雄新庄营的距离，专程靠电池驱动，尚未经过铁路性能协会确认，英国大西部铁路节日 Class 23型列车成功往来。超过2021年，德国是泰德铁路公司以柏林创下224公里纪录。这台列车20透早4点，通过布鲁内尔的每点5个小时，突破225公里，就已经入新纪录。Breaking the world record for the longest distance travelled by a battery-powered train under a single charge. Now, this basically means a train which doesn't receive any external charging during that run. 铁路公司表示，这摆路程无使用已经配备的快速充电技术，而是看单次充电会当走偌远，展现电池续航能力。The fast charge technology is the thing. That's the technology that's really going to help us deploy this into a real-world environment. What we did last night was see how long we can actually use these trains battery, the train's batteries for, and we achieved a distance of 200 miles. 也毋过快充技术伫未来上转向会是重要关键，因为列车无可能每一摆拢走300多公里才充电，你是伫进站停靠的时，用几分钟的时间补充电力。这列车互大家看到铁路运输的真侪未来性，无需要铺设珍贵的专线电气化，就会当脱碳转型，朝向绿色运输。公司新闻吴林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